歡迎收聽事前想後天馬行空，嗰把聲咪好靚呢？啱啱爬完位，又到我哋講馬仔嘅時候啦。首先多謝網友 Cousin，佢話精神喎，好啊。Johnny 張先位都未排，咁快有片啦。佢呢個琴日留言嘅，而家一排位我就有片啦，係咪好勁呢？Jimmy 3個紅心3個放煙花，多謝 Jimmy。再嚟 Angel，晚上好先生。家陣執緊文件，準備聽日返工。哦，估唔到咁快有片，謝謝先生製作。跟住呢，佢又講颱風問題一條都冇中，咁差。然之後仲有係 Angel 喎，唔通沈先生又嚟多次碎花布笑晒口咁樣迎接馬主影相？嗰啲唔係叫做碎花布。佢哋叫小碎步，即係太監一路行一路彈下彈下嗰種。笑晒口嗰啲唔係笑晒口，嗰啲叫殺熟狗頭，即係卑躬屈膝。即係一個人呢，厚顏就自不然無恥啊！即係沈集成好厚顏，即係你覺得佢有碎花布咁，即係自取神區啦。我唔覺得係自取神區咯，應該另一隻嘅，即係金剛城有一隻嘅，佢俾3隻金剛城騎啊嘛。佢隻街邊嗰啲騙子咁樣，笠3個杯喺度轉來轉去，問你估中邊隻？然之後網友賈博士，大家精神，3個放煙花，好啊，多謝你。收青好，講多啲馬分析，好啊。阿收青仲有2個留言喎，3個放煙花，3個紅心，3個手瓜，再嚟多一次，3個紅心，3個放煙花，3個。阿收青一個人3條留言，好嘢，夠晒俾面，10分支持，多謝你。即係 YouTube 個系統就嚟 check 到我呢，嗰啲網友呢，個個人都落4、5條留言呢，同一條片呢，以為我哋出術。網友 Ivy 張3個紅心，多謝 Ivy。於永確3個紅心，3個放煙花，多謝於永確。跟住網友關星，柴灣2位家長嘅行為帶小朋友去犯險，應該要得到教訓。咁我已經得到教訓㗎啦。佢呢幾日真係慘過行刑啊！即係有陣時啲就算救翻腦部缺氧都好大後遺症嘅。跟住阿 Tony 先早晨啊！而家啲人點會識得照顧小朋友嘅安全同教佢規矩啊？所以啲小朋友呢，成日呢中意嗌交。即係而家你喺街度成日見到人嗌交，就咁嘅意思啦。香港呢，有乜辦法由治及興啊？有關由治及興事，即係一交到係要身體力行先得嘅，唔係得把口講，我當做咗啱啊，冇錯。星期4排咗位，講翻第一場，上次就講過啦。呢個就係5班泥地1200米。有型勇士，哇！原來呢隻嘢係美國種㗎，即係一隻馬砰砰聲跑2場，43分減到41，而家再跑多場變咗46，5班美國種泥地嚇，跑得咁急得唔得啊？即係你跑泥地 OK，但我睇你都係試下馬腳嘅啫喎，澳洲4歲馬。135磅唔使啊！呢場你再輸佢一定減佢2分，因為你跑咗2場啊嘛。第一場43，第二場已經減2分41，再輸一場而家40，再輸多場咪38咯。38先足都未遲啦，使乜咁心急啫？即係你40分窄界啊嘛！你而家遇到伏兵啊，你咪賴嘢啊，嘥晒心機咁辛苦喺4個5，嗱，一金剛城啊，金剛城騎沈集成咧，金城江，哎呀，金城江騎沈集成咧，3隻我睇嘅唔係開呢隻啦，呢隻係引你哋買嘅啫。如果呢隻得，咁我啊瓜得啦，即係冇講，唔信你呢隻畫嘅2號大番薯，即係快活谷布文，哇，騎到一絕，用側身去擒人哋啲殘馬，都係贏嗰短馬頭一條頸咁樣。又40分又窄界，你小心廖康明啊！其實佢同阿游大榮差唔多啊，舊年搶得好盡。如果你窄界啲馬夾硬搏，自己即係戰略上邊唔高明咯。呢隻唔好理佢。宜昌騎兵本來唔講啊，但係而家潘頓擒上去認真老土啊！4檔135磅黎超升已經跌到落第3位啦，好快跌到落去十名以外咧，佢都唔係嗰啲料嚟嘅。呢隻又係窄界40分，但係佢呢4個5。有型勇士一樣啊！勇士係泥地種，呢隻跑過泥地上個名入 Q 添。有潘頓啊，跑2樣嘢啊！舊年佢季初第一場47分，跑第2後上，跟住季尾
即係9休，2月跑完，6月一出77倍跑第2。即係而家一個暑假經過2個月，用翻嗰招新鮮一條直路衝上嚟，77倍跑完之後再出呢，隔1個月呢，跑1個1200全無招架之力嘅喎。揾潘頓係啱嘅，唔係喺度遊馬可嘅，佢係搏啊！點搏呢？扎街啊扎街，死啊死啊！即係隻馬得一個方法嘅啫，即係中距離馬有長力搞唔掂，唯有呢谷埋跑短途養火。2個月排4檔135磅潘頓，望前面啲人放得勁，佢爬上嚟執死雞。但係上次執死雞都執過第2喎。個好處咧，佢係4班執死雞第2啊嘛，5班佢有着數。你呢隻你唔好劃，即係唔好劃死佢。佢雖然係30零40蚊，3、4名你留翻一架，或者你中意買 win 得嘅。不過處女馬制唔過啊，制唔過。好啦，呢場主角陽光寶貝話伍鵬子幾黑仔喎，呢隻排11檔，即係衰得冇人有。2隻馬排11檔，衰啲啊！不過泥地有度好。即係頭4、500米全部直路嘅，你有前速嘅，你一樣可以埋到欄啊！唔需要搏晒老命。買陽光寶貝，你要數下裏面有幾隻頂佢。狀態上次已經有咗啦，即係廖浩然講咗有咗啦。狀態上次跟住呢，跑場1200草地熱埋身，借啊攞定啊！刀仔斧頭諗住殺人嘅，點知呢11檔係死唔死？等我哋總結先睇下佢呢隻咁嘅陽光寶貝擺喺第幾個位置。7號南區王2檔啊發達，呢隻澳洲6歲馬舊年5歲，其實舊年5歲已經退步，嗰下先離譜啊嘛！即係啊，前年跑埋喺3344，開43分，一路跌到落舊年27分先至反彈。第一次勝利34蚊獨贏。艾少禮贏算大師傅喎，4檔靚檔，今次2檔靚檔，贏嘅127磅，艾少禮4檔，而家129，負磅加2磅，但係分數加7分。如果你27分贏得，而家34分，結合埋退步呢隻嘢最多第3。呢場馬大熱門，宜昌奇兵，次熱門南區王南區王2檔放啊，一日放一日追啊！再嚟第3熱門凌利標區3檔田泰安，一個死跑法就係放啦。南區王又要爭，凌利標區又要爭。咁啊凌利標區跑嗰場好啲呢，剛剛相反。凌利標區上次嗰場跑晒啦，隻馬應該玩完啦。今次上次第2，今次最叻第4，7分鐘第5，啲馬分數超即係蝕晒，你唔使諗啊，直情都得冇人讓佢，講冇人冇物。10號準確6檔希威森，顯贏馬田泰安28分，而家27分。馬6歲啊，咁冇着數喎，又好唔掂喎。1 win 0 Q 2 pace，出賽23次3 over 23，哇死咯，10幾個%上名率，係當唔差喎。有得勇啊！即係你話如果計賠率咯，佢個跑法同呢個南區王啊、凌利標區差唔多，賠率差好遠，即係佢差唔多接近成8、9倍，佢嗰兩隻都係40、50。但係呢個希威森星期日成手馬都冇乜睇頭喎，冇乜佢哋聽日出嚟都係 hea 啊！11號東方寶寶，即係舊年跌到落去28分開始反彈，跑第3，減2分係跑第2，而家再減2分，哇！真係好睇你唔起個評磅員，跟中間。呢隻馬4、5、6位入直路衝，但係輸成3個幾馬位喎，佢啲跑翻嚟，即係完全同對頭馬2馬冇威脅嗰隻嚟嘅。徐宇石未開齋，潘明輝未開就話好罩幾大佬。12號快馬加邊一檔蔡明少無畏傑又有冷門機會。澳洲馬5歲，前年季尾贏都係無畏傑喎，35分。舊年季尾29，今年季初25。時間爭咗1年或者2年啦，1年啦，1年低咗10分，結合退步，仲有1、2分着數。嗱，佢上次如果草地咁樣跑沿途望空13檔呢，翻嚟衝仲未斷。當然啦，嗰場馬對手好差，大家鬥爬嘅啫，所以嗰隻凌利標區都係好差。但係佢咁樣跑咗個第3呢，即係佢狀態好 fit 喎。即係成年冇贏過無畏傑呢啲第一屆，即係第一季嚟爭取咗頭馬嘅馬，多少有啲感情，即係贏埋佢或者搏晒佢就走㗎啦。今年隻馬應該係出唔到生天嘅，趁季初人哋狀態未夠嗰陣時，佢 fit 有機會掠啊！蔡明少繼續騎，呢個算係
正路啊，即係排一檔嘅本身嚟講喺泥地上邊可以跟4、5、6位喎，次草地23倍，真係唔冷喎上次。哇！呢個檔位上次嘅表現，上季冇贏過，太好啊！呢隻仲好過光寶貝喎。望一望先啊，出賽25次，1 win 1 Q 4 play，即係6 over 25。1/4，20幾，寶貝係1 win 1位置，2 over 25，哇折墮咯，咁差成績。好，總結，一檔快馬加鞭出閘夠快，但係應該守住4、5位。二檔南區王呢，沿欄直推。3檔伶俐標區，佢就及住南區王啊，南區王望慢嘅，佢就懟過去。南區王唔慢嘅，唯有拍住南區王。跟住再嚟9檔大番薯，擊壓咗成季。即係啲火啊，虛火勁啊，喺外檔拍埋嚟，即係應該係拍住嗰隻伶俐標區喎，越搞越快。外邊仲有一隻更仲快嘅陽光寶貝，有心去狂放大番薯頂啊！陽光寶貝會唔會死梗啊？如果大番薯啊，諗住都係縮喺裏邊咧，運吉翻嚟咧，咁啊陽光寶貝拍埋嚟咧，變咗3隻馬一齊入直路轉彎啦，轉入呢個爆炸灣啦，即係裏邊嘅南區王稍微留一留。咁咧就伶俐標區貼欄，陽光寶貝跟住喺外邊第2搭。如果唔係嘅，南區王霸條欄，咁啊伶俐標區咧焗住2搭，陽光寶貝嘅速度就可以收喺呢個伶俐標區後邊啦。快馬加鞭就喺裏邊4、5位，咁當然啦6、7位有伏兵啊，有宜昌奇兵啊。結局啊2個啊，即係賽果啊2個。如果按舊年陽光寶貝咧外檔咧狂放彈咧入直路贏成個幾馬位啊，佢今次都會採用翻同樣戰略，喺入彎前咧搶過你賣爛，咁變咗個速度係快咗嘅。陽光寶貝賣唔到尾，最有着數嘅咧就係一檔嘅快馬加鞭同埋外檔嘅宜昌奇兵，即係如果快步速嘅。就應該順序 number 係3、5、12。如果唔係，光寶貝諗住前面對得快，佢收住。變咗南區王同埋呢個伶俐標區控制步速，但係因為伶俐標區係唔夠分嘅，佢連條欄都冇埋咧，就會輸俾南區王啊。出頭應該係南區王，第一隻衝上嚟嘅嗰隻咧就叫陽光寶貝。但係佢違反咗佢馬性啊！佢衝得唔會勁啊，因為佢已經係靠快啊嘛。中間立出嚟嗰隻叫做快馬加鞭，呢場贏嘅有機會就係快馬加鞭。第2嘅就係南區王同埋陽光寶貝爭，陽光寶貝亦都有機會連揸都冇啊，分分鐘。慢步速嘅就係快馬加鞭做膽，快步速嘅就係陽光寶貝有機會跑第2。2個結果都有快馬加鞭份，快馬加鞭咪好好啦，咁梗係唔好啦。佢呢度25分咯。即係人哋啊，陽光寶貝4班贏嘅 win 啊，快馬加鞭係5班贏嘅 win，你諗下，副榜係有着數，但係質素的確有距離啊。全場狀態最好應該係5號陽光寶貝同埋12號快馬加鞭啊，結合埋到時星期6啊，即係隔夜賠率望一望，睇下啲咩啊唔妥或者合理嘅地方啊。暫時2隻5號陽光寶貝、12號快馬加鞭，以檔位嚟講，快馬加鞭好過陽光寶貝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拜拜。